弥勒救苦真经后学词觉贤浅释分享佛说弥勒救苦经义佛说义点开经及义佛说为首，犹如阿难请示世尊经藏义何为万首，世尊言如是我闻为首，是我听佛如是说过，让后世众生生起信心之意。其二，证明世尊之正内三曹苦难众生生死而说方便法。方便法是对众生而言，无上法是对开悟者而言。何谓无上法？怎么说不可说？何必说？起日达摩出祖前来中土传道，传舍么道神光，万法归一归何是以神光拜达摩力雪少灵？为何是只求一直多言罗天道？乃是以经典来印证明师一指之书圣极可贵，真经纳在纸上，达摩来到中土之地，有待那一部经说任何法，达摩悉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若要纸上寻佛法，笔尖蘸干洞庭湖。经书充其量不过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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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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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诸佛圣者善巧方便之法扎。此部弥勒救苦真经是弥勒佛与有缘人做承诺的契约与保证的合同。是什么承诺呢？一、了生脱死；二、消灾解厄；三、避劫躲难；四、伏忧除魔；五、仙佛护佑；六、福慧充满。保证什么呢？一、开悟见性；二、身软如棉；三、告老还乡。保证前的条件：一点真修实练，勤功立德，经验系统；二点不离佛堂，不离经典，不离善知识；三点遵守佛规，三清四正，五伦八德，三业清净。得沙弥呀，这么多条件，哪很困难也？知难行易，与之易行难。您挑哪一种？当然是知难行易呀。没错，众条纲目实质于一，总归于一处，即是成公司行号应征都会要求4个字：无成无事。所谓精诚所至，经实为开弥勒救苦真经。弥勒来人间，即是以救苦为世纪大愿。可是有些人不觉得人生是苦，他是含金汤匙来人间享乐的，那是他的累世福报，但还是苦。顺境有顺境的苦，不要以为老板有钱不会苦，有钱有有钱的苦，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人生8大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嗔怨恚，五蕴是圣等苦。世间是苦海，男女为感情所苦，选择自杀；亲情为钱财所争，选择自杀。在爱情欲海漩涡里，个个是盲目；在亲情骨肉缠绵中，是讨债还债；在养家糊口生计里，一口饭难测。佛云：爱河天使浪苦，海外重脱；欲免轮回苦，及早念弥陀。天时转至弥勒白羊天际，弥勒尊佛即是3曹法界众生的救世主。弥勒以合法救度难言菩提众生离苦的乐满腔欢喜，小开天下不经愁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大道传天下，千愁一指开宽言无耳。我个个是如来，皆大欢喜，满天星斗3000大腔言欢喜。弥勒度欢心度众南海，能起心音是弥勒容小力，有道普愿乐开眼睛藏无字，却天外乃得逆真人下人有志藏人间补，来下人真修多经，道普开觉修少愁。在古神前吹是笑口常开宽大，人之道先学宽道，在汝颠真容言传，汝一指见无天上地下道，在我耳下下之人学无我千万亿劫难得，各愁人忧苦不得各一，在天边当下是指开玄窍有真如，开迷入悟见如，
来布袋和尚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6根青方为倒退步，原来是向前。布袋和尚诗记云：老着穿那袄，但饭府中饱补破好这盘，万事随缘了。有人骂老着，老着只说好；有人打老着，老着自睡倒。破涕在面上，随他自干了。我也省力气，他也少烦恼。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其消其，何愁到不了？本段结语欲超生了死，唯一之路求道。欲明心见性，不二法门修道，欲离苦的乐，以身正道行道。弥勒救苦，这是一本真经。真经即是真实不虚不假于外的无上正等正觉之真路。若无借这经路之意，救苦无所依，此事难垂教，弥勒无是处。若能依此真经行修行，西方请客道。佛说弥勒救苦真经，以至于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后学屈指一算，大概520个字，以1个字为总括集道，以2个字为代言及三宝，以3个字为含藏及了生死，以4个字为寄语及弥勒救苦，以5个字为密意及无以6个字为主轴及弥勒救苦真经，以个10字为总持及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结论弥和大千本无了，是天上无上人久度菩提，成愿来苦海无真假假真真经言无用心应经咒无自上礼天佛说弥勒救苦经应时应运，非时不讲。3其末节，肃请元佛弟子闻经起悟，闻法见性，虽非能一次到位，然至少能达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故欲返本还原，超生了死，须至于道，具于德，行于仁，游于义。祝福大家法喜充满。http://blog.yan.com/cf3033articles/193,333,590弥勒救苦真经后学词觉贤浅释分享佛说弥勒救苦经义，佛说义点开。